1000多年前，知中國有個叫孔融的孩子，他有5個哥哥，1個弟弟。有一天，客人送來了一盤李子，爸爸把它放在桌子上，然後叫孔融先去拿。孔融不挑好的，不選大的，只拿了一個最小的。爸爸看了很開心，故意問他：這麼多李子，你為什麼拿最小的呢？孔融說：哥哥比我大，我應該把大的讓給他。爸爸又問：那弟弟不是比你小嗎？孔融回答：我是哥哥，應該把大的讓給弟弟。爸爸聽了，高興地說：你真是個好孩子啊！孔融只有4歲，就已經懂得讓梨，大家都稱讚他。